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日咱要介绍的是交通局，要讲的主题是小黄公车。这要一开始，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哈，请看市长要甲咱讲啥物。来，现场的朋友一起来喽！5、4、3、2、1，竹山小黄公车开，便利生活旺旺来。为了利便山区民众的交通，市府交通局伫白河座顶开通小黄公车了后，5月30号，黄伟哲市长又带来好消息，迄就是两家关庙要3条小黄公车咯。小黄公车，在台南市是市政府施政里面满意度最高的其中一个项目，但是过去都只服务在西北的山区，那么现在在西南的部分，我们也抢先能够开通。那未来当然西南西北都是台南市，那最重要是山区，还有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我想民众的需求度是蛮高的，所以说在议会的支持下，经费上能够支援我们。对于小黄公车，我们绝对全力的来做因为有这个计程车的享受却只有这个公车的收费。这3条小黄公车分别是红11往五宝龙洞，红12到湖山头，红13是阿莲。不止服务偏远的庄头，和在地老大人含着学生交通方便，也可以提供观光客到五宝龙洞或世界湖山步道，带动地方的观光。黄伟哲嘛甲人讲，明年会把小黄公车进一步推展到海线地区。偏远地区，我们小黄公车还是慢慢要推动。交通局长吴明德讲，3条小黄公车除了提供原本固定班次路线的服务，民众嘛会当伫前一天打电话0629122222来预约，只要2人以上就发车哦。小黄公车的优势是我们增加了预约的服务只要在前一天下午5点前，这个只有2个人就可以打电话来预约隔天的班次，而且除了时间的弹性之外，还有空间弹性，在站牌周围1公里之内的民众，我们都可以来搭乘，所以民众不需要一定走到站牌上面去服务，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弹性服务，来让这个偏乡的民众的公共运输的这个服务能够做得更好。台南小黄公车赞！台南市幅员辽阔这土地非常的宽，为着要来服务咱偏乡的这个乡亲，因伫这个公车的这个品质会更较好所以咱台南市政府呢，最近这1、2档呢来推出小黄公车希望讲会当来服务到咱偏远的这个乡亲尤其是老大人有当时呢，伊必须要固定时间去看医生啦去摕迄个慢性药来厝内底服用。那么另外还有比如讲有当时要购物那么咱这个偏远的这个乡亲咱这个老大人有当时出门真无方便尤其是无希望讲搁为着伊家己要出门来可能影响到伊个时势啦伊个这个日常生活是伊个这个工作所以咱市政府特别足贴心的来推出的这小黄公车来服务咱这个乡亲。那么最近这几档呢，咱这个成果出来所以呢，咱特别搁甲咱的这个小黄公车的这个路线搁甲扩大那么伫这节目当中呢，咱邀请到咱交通局局长王明德局长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咱最近这个小黄公车的成果而且呢，咱新的这个路线有几条那么咱就开始先邀请局长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拍一个招呼。局长你好。田云姐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局长王明德。是要做交通局长爱有真有架势因为咱台南市原地啦府城的部分，咱知影因为这是一个古都所以呢，咱路小啦地小人稠但是呢咱伫这个路上咧行路的时阵难免拢会迄个
交通拥塞吼，这是因为咱天生的这个条件无讲介好啦吼，这实在是做歹去改变吼。若是台南县的部分，伊个是幅员辽阔哦，所以呢，这公车服务吼要做甲非常的好，哇，这是在考验咱局长的这个智慧啦吼。那么咱局长呢，自从伊上任到今嘛吼，算讲对着咱市长的这个交代吼，不负众望吼，一直咧提升吼咱的这个公车的这个系统的这个服务的品质啦吼。那么这个一开始哦，咱先请咱局长给咱介绍，他都咱讲小黄公车嘛吼，当然这是今嘛新出来的一个公车的这个服务吼，咱原底都有这个公车，咱原底的这个公车吼，伊的这个。比如讲，伊的种类啦，吼，也是讲吼，伊的特色是不是？咱先给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报告。是，应该是说小黄公车其实也是公车服务的其中的一种。那台南市确实如这个刚主持人提到，就是说在不管是府城地区还是我们原来台南县的地区呢，这个都有不同的公车的服务的形态。那我们知道公车其实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学生或者是老人家所以这个服务其实是不可缺少的啦，是他们出门基本民行所必须。所以台南市政府在100年就是升格之后呢，我们从102年把原本属于台南县的这个中央管理的这个公路客运接管回我们的市区公车，所以就是成为我们的干支线系统。那再加上我们的原来的市区公车的路线呢，我们可以看到，从102年起，我们来推动所谓的这个公车捷运化的工作。那构建了整个大台南市的公车路网是到目前为止有20条的市区公车，就是原台南市的部分。那我们接管了这个台南县的这个公路客运呢，我们成立了干支线因为开始公幅员这么大，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个这个路线都开很密集的班次，所以我们要用干支线接驳转乘的方式，我们在干线维持很高的密集的班次，那在支线我们就用这个比较低频次的班次来做接驳的服务，所以目前是有6大干线跟75条的支线。那这75条支线里面，到目前为止有11条已经转化成小黄公车，所以小黄公车也是从原来的支线转化而来。那这就是现在这个6大干线的状况。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透过主要的生活中心的干线连接，跟它周遭的这个支线的连接我们确实这样的路网我们有发挥效果比起较早中央的经验时阵，我们运量大幅成长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这个还没接之前的99年到现在108年，我们就是运量成长了好几倍，3倍哇！所以要是讲其实公车不是市民朋友不是不需要公车，而是我们要给他好的服务。当我把班次做出来，把这个路线把它做出来，其实对于原本需要的，因为就是有一群人，他其实没有能力自己骑摩托车或者开车的人，他其实是有这个公共运输服务的需要。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推动这个公车系统，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是这个成功的这个政策，然后成功的引导，可以让市民朋友公车的服务可以做得更好。是。成长3.1倍了，我就是3.1倍的其中一个。谢谢袁姐对我们的支持。我就提过嘛，我曾经因为车子去维修，然后呢，那个时间点我要去坐公车，就有那个机会去坐公车。去体验公车。去坐公车之后，发现说，公车真的有它的便利，还有时候有一些对不对？对，就因为有时候我们开车一个人开一辆车出去也是蛮浪费的你坐公车就是。如果它的路线需要我们刚好可以的应付的话，其实真的我们有时候你不妨去了解一下你可以体验一次，不掉掉，你一盖就掉就像我一样，一次就会做。那么咱个来讲的，今天在主题的是小黄公车嘛因为咱小黄公车的这个推出了，咱市民就俄了这个在市政满意度上也占了居功厥伟这个位置了那么咱小黄公车也。服务内容各有一些特色，可给人介绍一下好不好？其实我刚刚提过，小黄公车其实就是原来的公车的支线。那为什么要把支线的公车换成小黄公车呢？有2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原来的支线公车，要么就是用大巴有一些运量没那么多就用中巴，不过都还是大型的客车。那我们去检讨发现，就是说某一些路线呢，那真的运量很低了这个平均每一班次载不到4个人。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公车这大台
塞出去哈，还搁爱加油，还搁那个空的座位其实是浪费，所以我们就这其实中央也在大力推动这个政策，那也有相关的这个补助的经费，所以我们就在跟中央申请把这些路线转换成小黄公车，所以它其实就是只是把车型改变。对。那所以市民朋友打开戏大概不习惯哦，看到给点车其实唔敢去给它拦下来坐哦，对，所以呢，这个是透过宣导，让大家知道啊，原来它是把大车换成小车哦，所以这是第一个特色，就是成本比较低哦，因为大家怎样公车基本上爱扣波走哦，所以我如果把油料减下来，我的波走就较低哦，这市场来讲的就是差不多成本差不多一半哦，所以我差不多较早波走一般的这个公车，我现在可以补助2班的计程车哦，对，所以成本是有一半的节省。第二个是这个弹性，也就是说以前呢这个公车我只能在固定路线上、固定的班次上走，固定的站位停下来，大家可以上车。那现在推出小黄公车，它除了原来的公车的固定班次维持之外，我们增加了预约的服务。什么叫预约服务？就是你有需要的时间可以来预约，当然是在它的这个原来公车第一班跟最后一班的时间里面。第二个是我们空间有弹性，上下车的位置有弹性，我们就是在站牌周遭1公里的地方，你都可以来预约。所以我们知道在偏远的地方，大概要走出来，走到站牌可能要走个20分钟甚至半小时。那我们现在可以透过预约服务，你就不用走到站牌了，车子可以开到你家门口来接你。所以这个就是空间跟时间上预约的弹性。因为现在老大人伊个卡路无好，伊要行去较远伊个卡摆遐有时候有点困难。对，所以我们这个是很体贴的一个服务。是，所以它就是一个，应该是说是一个公车服务的升级啦。对，所以它就是小黄公车就是公车哈，它不是计程车，所以它必须如果是固定的班次，就在原来的站位上面搭乘哦。你不在路边你拦它不会停下来，因为它不是计程车啊。另外一个是我们有预约的服务啊，所以它可以在时间跟空间上达到弹性，让这个所以其实小黄公车的服务满意度的调查，那个市民朋友对于服务比较这个占据的其实是这个预约的班次因为它确实非常的方便。对但是它可以预约，可不可以取消啊？那我平常预约啊，可是我明天香港有代志，还是讲我不爱去啊？可以取消，预约要前1天如果你当天取消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只要在发车前。我们的这个小黄公车的这个执行的这个服务的司机，他知道他不用开出去，那个班次就不会浪费了。因为你要没有取消他开出去，我们就要补贴他。对了，这样子按照公里来补贴。对啦，这样子有点浪费资源啦虽然这个服务是很好的，但是大家嘛要互相那么咱小黄公车了，就是讲我们一般在路上就是讲没有人可以辨识啦。是，我们就会在小黄公车的这个车体前面跟左边跟右边呢，都会贴上这个小黄公车的标志。所以市民朋友如果看到这样的计程车，它在执行这个业务的时候，它就不是计程车了，它就是当公车使用。所以你要坐它，就要在站牌上等车，或者是你有预约，因为这个司机他不可以随便在路边来停下来载客，他只能在站牌上的或者是有预约的乘客。它这个有编号吗？有，我们有路线的编号，所以它就是原来那个支线的路线的编号。是。那么咱今晚执行的这个状况大概新个是安怎？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嘛，好像这个效果不错。是我们目前今年推动的第2期，那我们去年其实就有第1期，那我们第1期是有5条路线，那第2期有6条路线，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加起来总共有11条的路线。那第1期呢，我们是在这个5条路线呢是在白河区跟玉井区，就是刚刚也跟各位市民朋友报告，我们就是去检讨我们现在公车路线，所以原来这个路线班次载客人数比较少的，就转换成小黄公车。所以如果你的区没有被变成小黄公车，就表示你的路线是很多人在做的。对，你应该要开心的，不是说我那部小黄公车就表示你的那个区的支线载客人数是高于4人，高于4人我反而不应该用计程车。那不会话，恁兜外口就做一计程车。对，因为我若塞2台计程车，就刚刚塞1台赶快了，那个巴士是一样，所以反而成本没有节省。所以很多市民朋友就会说我加码呗，我就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是对于那个运量比较低的支线才适合做这个服务。那个主管吼较需要人啊，是啦，因为大家拢要占的话吼，是啊，你啊这条路线平均一班哇这10个人，我都不应该塞给你车，我应该用中巴或者是大巴去提供服务，那才是有效率的。所以我们这个第一年期是5条路线，第二年期是6条路线。那第二年期我们除了这个原来的白河再多增加2条路线之外，我们增加了这个西南比较靠山区，所以我们说都是比较靠偏乡的山区才有这个机会，因为它的公车路线就是载个人比较少。应该拢是吼原地还未合并进行的大南关的部分。是，所以基本上就是白河、玉井。那我们今年也有在左镇跟这个关庙、龙崎哦，那它都是在像左镇，我们就是以这个左镇的这个区公所的中心来辐射出去到比较偏乡的地区来服务。所以我们可以从运量来看哦，这个运量其实是有逐渐成长的，尤其是我们这条黄14之一，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其实成长的这个。这是伫什么所在啊？黄11是在白河。哦。对，是。然后所以那个所在需求量很大。或者是说，因为第一个也要靠宣导哦，就是市民朋友他如果知道了之后，大家就会知道可以去使用这个服务。对，所以是有比原来我们开这个支线公车的运量来的增加。对，所以我们因为有第一期的这个运量增加，然后满意度的调查也都是大家回馈都很好，所以我们就积极来推动第二期。对，所以目前就是第一期跟第二期加起来有11条路线。那我们这11条路线预约多少？大概是安怎？是。我们这11条路线，我们刚刚提过，就是最早去年就是在白河跟玉井，那我们今年又再增加白河2条。那白河目前有4条路线，那我刚刚提到就是从白河这个转运站为起点，然后我们往这个周遭就是我们现在支线这个运量比较低的这些路线有服务的地方。那玉井目前也有3条，也是一样从玉井转运站，所以这个支线的目的其实是把这个也是干支线的概念，就是把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偏乡的地方呢，民众接到这里，因为玉井站就有干线公车，干线公车就可以去联络这个我们台南市其他比较重要的市中心。那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年在左镇区开的一条新的，这条是唯一一条原来没有支线服务。为什么？因为这个路幅的关系，所以我连中巴都开不进去。可是我们知道，在这个2寮中山堂呢，有一些固定要上小学跟上国中的学生，他以前都是要靠家长接送，不然就是要走路下山来搭车。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需求之后，我们特地在今年开的这条新的，因为这个是以前我想开公车也开不进去，我中巴也开不进去，所以我们有小黄公车这个服务之后，这个车型刚好小车可以进得去。那我们这条公车新的小黄公车路线开出来之后，获得蛮好的回响，因为在这些地方啊，马上就培养了固定搭乘的客人啊，每天那个学生就会固定需要来预约，然后就固定搭乘。是，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市长的政策，就是对于偏乡的这些基本运输的服务，一定要优先的满足。对。那这个是在左镇，这是新的一条路线。那关庙跟龙崎这3条就是原来的支线的路线，然后运量比较少的，我们也是把它转型成这个小黄公车服务。那今年开的这个关庙、龙崎跟左镇的服务呢，也受到当地的里长啊，也有一些当地的社区的发展协会的人，他们也都积极的来协助我们来宣导，然后告诉市民朋友，甚至我们在这边有一条可以去观日出的路线。是哦。对，它里面有一些社区发展协会，那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活动，他们也会积极鼓励他们来参加，或者是旅游的这些人可以来预约小黄公车服务。对，所以咱的小黄公车在这公车的这个部分发挥足大伊的功能出来哈。那么另外就讲咱预约啦啊，还有一寡比如讲，我知影老大人当然这拢免钱，是一般的民众是我们是不是给他介绍一下？是，所以我们刚刚说过，它是公车其中的一种，所以它的收费方式就是公车的收费。所以市长都按照公车讲。你纳公车的钱，也是在享受这轿车的享受。对啊。会还在讲所以这就是小黄公车的政策，所以它的收费方式就跟现在的一般公车的收费方式是一样的。所以因为它是干支线，所以是用干支线的收费方式。那目前是
前8公里可以免费，因为我们有8公里的免费优惠是26元。那如果你前面有搭别的搭台铁啦，或者搭其他的公车，我们还有转乘的优惠。那最重要是刚刚袁姐提到的这个身份的优惠，那我们是本市的这个65岁以上的敬老卡，或者是持这个身障朋友有持这个市民爱心卡，都是免费。那如果是这个身障的陪伴者呢，是这个半价。那另外是我们有特别针对学生有优惠，学生除了享受这个8公里免费之外，持我们的市民的学生卡还可以再享受85折。所以这个是在我们所有这个依身份的优惠。那一样的，就是全部是持电子票证就可以来上车，刷卡就可以来上车。那我们坐公车的时候，可以悠游卡逼姐啊，小黄公车都来逼姐也有。所以这个配合我们服务的这个小黄公车，计程车上就会有装那个读卡机，所以一样上车就是刷卡就可以。我还想说，小黄公车跟我这个设备还真的有，还要加装是。那民众哦，就是讲它偏远呐哈，这个小黄公车的这个服务计划，对于的电啊，伊的这个发展有什么应用？是，我想这个从几个方面来看啊，我们如果从这个我们提供服务的这个面向，我们刚刚提到的，主要就是要节省资源，让这个资源能够获得最充分的发挥。所以我们把这个本来要用大巴或是中巴的这个服务呢，用小车来代替，所以我们的资源就可以节省一半啊，剩下的资源我们可以拿去开别的路线。那第二个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在乘客的需求面部分呢，就是我们让乘客可以享受更好的这个福利。我想就是我刚刚提过了，就是在时间啊或者在空间上都更有弹性。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住在偏乡的，或者是会用因为那些年轻人，因为都拜他的行动力就很强，他不会来搭乘公车，所以需要被我们服务的其实就是比较弱势的一群。那我们多人还是小学生啊。是啊，你若讲你有人要出门要行10分钟去车牌啊，才有车头坐，就讲啊我不爱出门啊。对啊，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说，因为因那行动不方便啊，老大人有当时你走路有当时他膝盖的问题啦，还是讲骨头的问题。是。那对他们来讲，走那么一段路有时候是相当累。是，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些我们刚刚说过提供服务上面的这个资源节省，跟我们这个在这些特定这个偏乡区域的这个乘客需求的这个问题的解决上面，我们就用小黄公车这种比较适当的车型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是时间跟这个空间所以时间就是不是只有固定班次，你在固定班次之外，那如果你有需求，可以用打电话预约。那地点呢，可以这个在站牌周遭1公里就可以接受这个服务。所以这个周边的接驳可以让你的搭车更近。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服务，妙共就是鼓励这个住在偏乡的老人家多多走出来然后来参与这个社会活动，希望让这个偏乡的这个发展能够更好。当然，我们希望可以带进去更多的乘客或许这个观光的发展也可以得到一些帮助。因为咱小黄公车你讲老大人你讲伊无爱出来分段出来，有时候还不行不出来嘞因为伊固定比如讲爱给慢性油啊，3个月要去1摆病他不出门也不行要出门很痛苦因为他如果咱讲有当时伊的膝盖行动不方便行动不方便有时候他还要比如讲爱叫洗洗，应该唔卖麻烦洗洗，因为洗洗可能就是请假嘛，这就是变成讲造成洗洗的这个负担那么咱市政府体贴咱这老大人，还有咱这少年人互因免请假来载咱的老大人出门去看医生也好啦，还是讲购物也好互因家己都自由自在家己想要去倒就去倒因为我感觉老大人伊啥物代志拢爱麻烦洗洗，我想伊也真正无爱出门啦伊即马靠小黄公车伊得让出入非常的方便自己有尊严可以自主。对，然后我感觉伊会增加伊出门的这个次数嘛你有出去有跟人交流你的人生过得会非常的丰富嘛非常的快乐甚至跟人交朋友啦那么咱知影咱市政府当然拄啊，咱局长有讲咱有一寡新的这个路线出来，你像拄啊讲来关庙遮农家遮啦那么新的这个路线过来，我想呢，咱小黄公车，咱嘛是希望讲越来越精进嘛未来咱小黄公车阁有什么计划？是，
我们现在可以看这个我们台南市的这个37区的地图这个有颜色的地方就是目前有提供小黄公车服务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就是在这个比较偏远，所以我们就是108年是解决西北的3线的偏乡那就是除了包括白河跟玉井，那今年度呢就是来解决西南的3线偏乡，左镇这个关庙龙崎。那当然。这个政策推出之后，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个是对于财源的节省有帮助，所以市长非常的支持。第二个是真正可以服务到那个最需要的民众，所以市长一直积极鼓励我们要来往后续来规划。那这个我们除了我刚提过再去检讨看有没有那个在的人比较少的公车路线之外，我们就来一样做转型，因为我来开大车，现在换成计程车可以节省成本，这个我们优先来做。第二个是，如果都做完了，那我们就来这个评估一下有没有现在我的公车开不进去的地方。那我现在有节省到的资源，我把这个资源转而投入，我就可以新增这个新开出新的小黄公车的路线的服务。这对以前我用短台车服务不到的这些人其实有帮助。所以我们在这个明年的政策就是我们会来检讨海线的地方，包括这个北门将军七股这些地方，我们知道它幅员非常的广阔，也是还是有一些渔村在这个附近，所以我们会从这个地方来检讨一下这个原来的公车路线有没有这个载客量比较少的。第二个是原来没有办法服务到的地方，我们希望把这个海线的这个我们讲的就是公共运输的公车的服务的缝隙的缺口，把它补起来。那这样子我们这个台南市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受到这个公车的服务。台南市的这公车一直是应该算很头痛的问题。我也记得我读册的时候，那时候坐公车很普遍，高中毕业之后，大家可以考驾照，每个人都去考驾照每一个家里面自己都有机车到尾呢变成说大家都骑机车有车的人就开车，那么有点恶性循环到最后呢，大家都没要去坐公车公车都没人坐，伊赚的钱愈少。对，但是公车真的是也有它的需求若没人坐变成伊的那个就是讲它是负成一个必须一个负担那么经过咱市政府咱这交通局这么多年来用心啦去解决每一个问题像咱这小黄公车就是解决咱这个大公车无法度做到的这个所在嘛那么这互咱的这个公车的这个服务的品质真的是提升了最后咱局长各有什么话要跟乡亲朋友讲？我想这个小黄公车是一个就是转化成新的服务然后刚推动的初期，市民朋友尤其是在偏乡那些这个市民朋友的这个了解的程度比较低我们也感谢我们过去这几条路线在推动的时候，这个里长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里长能够赶快去到哄上所以帮忙挨家挨户去宣导有更贴心的是。虽然我们是打电话预约，有些老人家还是觉得不知道怎么打什么电话，是去找里长，所以那个里长往往是辛苦的是，所以我想后续我们会交通局会持续来宣导小黄公车的服务，那同时持续来增加这样的服务，让我们这个公共运输的服务做得更好。是。那么咱今日感谢咱王明德局长来给咱介绍这个小黄公车这小黄公车的政策会当讲是3赢嘛就是讲咱民众赢然后小黄公车的司机。他也有一个福利，还有有伊的那个收入嘛咱市政府嘛达到服务民众的这种功能那么今天感谢我们交通局长王明德王局长嘛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我是婉婉台南向前行，我们下次见。